叫大木吉莱米亚，中文名字是米娅，本科生是在亚美上的，然后今年是研一，专业呢是服装与首饰设计专业的。我的梦想是有把中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传统服装加上我的设计来传播到全世界。我选了这个专业是因为我受我的父母的影响。我妈妈是30多年前，从中国去阿尔及利亚，然后一直给阿尔及利亚的当地人教他们中国风格的一些艺术。因为我是一个混血，所以把一些中国用阿尔及利亚的一些风格用到我的服装上，显示我的这个个人的特点吧。这个的设计就是以阿尔及利亚的建筑的外形，这个外形是服装的外形，然后这个袖子就是水袖，中国的水袖，就是唱京剧的那个，然后他们穿这个来唱。在我的设计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找一些灵感。帽子感觉，对，它叫塔叉。我小的时候，一刮风就能听见这个白塔铃铛响，每天都要来这儿打卡。是，感觉你们在对聊聊天多好啊，有伴儿，在下面打牌吃饭，多好。我们在这住好幸福了，肯定幸福。好幸福。去哪儿都能找到灵感，建筑也一样，建筑它的那个形，这个都能给我一个灵感，然后用在我的服装上或者我的设计里面。这个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清真寺，然后它上面就有这个建筑的一个点，然后我就拍了这个部分，我就用到我的服装一个大的形。这个就是中国的旗袍。然后有的时候我也穿一些这样的中国风格的服装出去。你喜欢这种风格吗？对，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在阿尔及利亚穿的比较多，感觉太漂亮，出去穿不舍得。这个是我去看那个时装周，在798，然后我们去看，就参加这个时装周，然后就顺便拍了一个照片，有纪念。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妈妈和我爸爸，这是我哥哥。说起我妈妈，很想她，要不我给她打电话吧 ？Hello， 妈妈，干嘛呢？刚开始还没刚把那个底色打上了，图案还没画呢，刚画了一个底色。行，那个你什么时候来中国？7月份，大概7月份，我们是7月15号放假。然后放假以后就过去，好想北京，好想家里人，对，好想去旅游，好着急呀。我妈妈是30多年前去了阿尔及利亚，那时候去国外可能很少吧，她那么勇敢的，就是跟着我爸去了那么远的一个地方。我长大了以后，就是我来中国可能会，能理解她这个感觉，我能感觉到我妈妈这个经历。我毕业以后肯定会怀念这个时光，很幸福，做的事情还是喜欢做的事儿，可能以后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时光。对，在中国是我变成更独立更有想法一个地方。我希望留在中国，我是从中国有了这个梦想，但我希望在中国能实现这个梦想。